過去10年，不少香港人因為恐懼97，苦心經營揾太平門，甚至不惜捱過1年又1年嘅太空人生活。流年似水，回歸倒數只剩下130幾日，呢班辛苦揾到太平門嘅人，眼見香港而家形勢大好，綠草如茵，已經有新嘅部署。願平安嘅主，就是我那憑永約嘅血，使群羊嘅大牧者，我主耶穌從死裏復活嘅上帝，在各樣善事上面成全你哋，叫你哋遵行主嘅旨意。我哋今日知道，我哋自己唔係去乞求英國人嘅收留，我哋喺呢一處係要表達我哋嘅權利，爭取居留權，港人救港，Shame on you，Shame on you。事隔8年，盧龍光雖然已經從民主運動火線退下，但係始終清楚記得89年6·4天安門事件之後，香港人驚惶失措、橫衝直撞揾太平門嗰種狼狽。當年佢有份發起港人救港運動，為600萬香港人力爭居英權。邊個對我哋咁嘅情況有責任嘅呢？就係英國，有一個道義同埋憲法上嘅責任。就係佢將600萬人咧係冇經過向香港人諮詢，亦都咧係唔係為香港人咧係好能夠咧係將嗰個實際情況咧講出嚟，然後咧就係將香港人咧係交俾另一個政府，覺得係香港人受騙。因為我諗相信當時嘅中英聯合聲明嘅時候咧，英國人咧不斷嘅向香港人推銷就係話中國係一個好理性嘅國家。咁但係6·4呢一個嘅慘劇咧係對佢當日咧，係向香港人介紹佢哋所謂簽署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嘅時候，向香港人所作嘅呢個保證係落空。150年宗主國本有道義同責任，但據理力爭下，爭取到嘅只不過係照顧5萬個家庭、13萬香港人嘅居英權。我同太太嘅協議就係咧，佢申請，但係唔好加我名。我自己都唔會申請。盧龍光92年話唔需要居英權先至有安全感。盧太為咗下一代，決定獨自申請。有咗居英權，我就覺得我哋會有一個比較正式嘅路徑。我同個女咧係可以離開香港，即係起碼安全一個時間啦。等於一個首飾咁樣有好過冇咁解啫。第一批申請居英權嘅人，92年收到批准通知。盧律師榜上有名，佢92年已經頻頻上大陸投資。當時強調居英權只係一種身份象徵，唔代表佢對香港缺乏信心。咁我覺得香港嘅轉變只有係變好，唔會變壞，所以我冇覺得係完全一啲擔心都冇咯。點解你需要呢個保險咧？既然你對香港係有信心，其實唔係話一個正式嘅保險，我覺得好多時樣樣嘢都有萬一嘅。喺理智嗰度講俾我哋聽咧，即使所有香港人加起上嚟，我哋所做到嘅嘢亦都係好少啊！咁亦都更加想幫自己揾定多一條後路。林醫生，佢嘅太太都係醫生，佢一家5口申請居英權。佢擔心香港會逐漸失去人權、自由呢啲可貴嘅特質，可能越嚟越多人唔敢再出聲啦。當我覺得咧，即係大家都唔可以真係話即係暢所欲言啦，或者做自己想做嘅嘢嘅時候啦，咁我諗就要離開呢個地方噶啦。林醫生、盧律師、盧龍光呢5萬分之3獲批居英權嘅家庭，臨到政權移交前4個半月，對呢樣討價還價得翻嚟嘅保障，各懷心事。佢叫咩名話我聽？李家燕咩？盧龍光而家係中大崇基神學院院長，事業更上一層樓。兒女由1個變2個，為下一代而申請居英權嘅盧太，仍然肯定當日嘅做法正確，儘管再冇當時咁驚到六神無主。因為6·4之後咁就好似覺得有咗會安定啲，咁但係到而家即係隔咗
咁多年，咁其實都見到中國嘅政府亦都佢其實都係希望香港係穩定翻。咁我諗變咗我就覺得即係好似唔覺得係好危險，或者需要喺不久嘅將來就要用到呢個權。呢一張文件呢，就係我申請居英權嗰陣時發嘅，但係我最近去取消嘅時間呢，就要交翻俾香港移民局啦。咁佢就喺呢一度呢打咗呢啲字呢，就係話我已經係取消咗我嗰個居英權嘅登記，但我就揸住呢張文件呢，可以去換一個 BNO 嘅 passport。將居英權當作身份象徵嘅盧律師，揾到今日更具象徵嘅身份。區議會分區委員、新華社委任嘅區事顧問。佢舊年年底參選臨時立法會，最終落敗。對有心從政嘅佢，居英權唔再係太平門，而係絆腳石。有咗居英權嘅話咧，喺政治方面或者係其他方面咧，都係有少少嘅阻礙，咁我不如放棄咗佢咯。點解會覺得係喺即係有障礙咧？有居英權？譬如話選舉嗰度嚟計咁，有外國居留權嗰啲係佔20%嘅啫嘛。咁樣係一個幾大嘅障礙咧。而家就唔使以防萬一。嗰陣時個政局啊，其他啲嘢唔係好似而家咁清楚。咁而家基本法落實啦，咁特區首長又已經出現咗啦。咁樣嘢，我覺得已經係好平穩，應該係冇問題㗎啦。咁有與冇對我嚟講都唔係咁緊要啦。即係一路好多嘢發生緊，都係即係你其實覺得啲人係出賣緊自己啦。即係有好多人，即係香港人咁，即係一路出賣咗自己，而來出賣咗其他嘅即係市民啊咁樣樣啦。92年嗰陣時咧，就好多嘢未發生啦。咁我哋咁即係曾經一度以為香港卒之我哋可以即係比較係多啲自治啊，即係多啲民選啊，多啲嘢啦。咁但係就慢慢又減少翻啦。越近主權回歸，林醫生越覺得以往擔心嘅已經逐漸變成事實。香港人開始唔敢講真心話，香港亦將由英國殖民地變成另一個形態嘅殖民地。呢幾年，林醫生嘅生活質素改善咗，但係對前景忐忑不安。籌委會裏邊，咁點解會有咁多人舉手贊成一啲即係咁唔應該有嘅法例，又再還原翻呢？咁呢啲好多舉手嘅人係香港人自己嚟㗎。慶幸當年申請咗居英權。其實就唔係話慶幸嘅，因為根本咧，即係其實即係有啲嘢咧係即係你攞到你唔想用嘅，即係可以講即係其實即係對香港嚟講咧，始終有嗰個咁嘅一個感情喺度啦。即係有時覺得咧，佢好似即係你自己嘅親人啊咁樣樣咁即係你見到你個親人即係越變越壞，即係血脈相連即係你唔想離開但係你又見住佢，你又眼冤，即係嗰種咁嘅心態咯。但係你又改，你又冇得改，其實好辛苦喎。所以即係痛心疾首就咁樣嚟啦。林醫生曾經響應一個愛國志願行動，返大陸幫當地人做手術。目睹種種落後情況之後，佢變得更加灰心。我有一日就真係忍唔住要走啦。我諗大家都聽過嗰隻古仔㗎啦，即係一個即係滾水煲裏邊嘅青蛙咁樣咁當啲水溫逐漸加熱嘅時候咧，咁你即係一路逐漸你又適應翻。咁但係咪去到最後大家煲熟咗咧？咁好多人嗰個心理都會係咯，即係希望真係話即係水滾之前最後嗰刻跳翻出去咯。即係雖然話呢樣嘢係咪真係話到時做得到咧？咁大家唔知啦。林世光88年回流，佢今日嘅保險業務已經由香港擴展到大陸，喺上海、武漢同北京都有分行。返到鹿打高爾夫，成為佢同行家下屬聯絡感情嘅慣常消遣。9年前，林世光留低太太同2個仔喺外國，
隻身返香港應聘做保險公司行政總裁。94年接受訪問嘅時候，直言回流純係為咗揾錢。我哋講到明，我翻嚟係搶錢㗎啦。始終香港咧，即係好奇怪啦，可以咁講。即係喺80年代尾到而家90年代初期，香港又好，亞洲又好，始終係揾錢最好嘅地方。咁我盡量喺呢幾年嘅時間咧，就希望揾到筆錢啦，就走咯。2000萬，揾夠2000萬就應該夠啦，可以，因為我可以喺澳洲買5-6層樓啊，咁收租我自己可以收租，又唔使做嘢，得閒去釣下魚咁都幾過癮啊！劉廣文同太太91年由澳洲回流，為咗追求2000萬。今日賣咗層樓，賺到200幾萬做投資本錢。事業上，劉廣文亦步步高升，已經成為一家大集團電腦資訊部嘅項目經理，人工高咗1倍又多。希望即係揾一個2000萬，咁其實而家達到呢個目標未咧？冇咁快，如果達到咗，見唔到我啦而家。我希望可以奮鬥多5年至6年，可以達到目標。咁當然就嗰陣時可能個數唔係2000萬，因為你要計翻過去再加5-6年，即係大約11-12年去嗰個通脹啦。咁可能都係3000萬㗎咯要。應該唔難嘅，最緊要就係你把唔把到機會嘅啫。劉廣文坦言，俾佢一揾到3000萬就會走，對香港呢個幫佢揾錢嘅地方冇乜留戀，一直抱住事不關己嘅過客心態。現在全島府的這個案件呢已經破案，兇犯已經緝拿歸案。我自己覺得，譬如話千島湖或者夕陽，我覺得咧，即係一個冇 passport 嘅人咧，個感受可能同我會唔同咯。即係我自己覺得就只係無奈咯，即係話係咁噶啦啊。咁但係我就覺得，如果話真係冇 passport 嘅人，可能會覺得比較上較為有啲切身啲嘅關係。我自己嚟睇咧，就揾錢係而家係最黃金時間，最第一個 target， 即係第一個重要。其實我以前就算未移民之前，都係不理世事㗎啦。最主要就係話睇翻自己份工、生活咁樣咯。但係我諗呢個都係好多香港人嘅心態都係咁嘅。其實可能有人哋睇我覺得我有過客嘅心態，但係我覺得我而家已經即係冇咩嘅，因為其實我已經你話過客就係好短暫嘅時間啦。我而家已經翻咗嚟5年半。咁我仲 plan 仲計劃自己仲可能有5-6年喺度嘅，咁算唔算係一個過客咧？咁就唔知啦，呢樣嘢就真係。盧偉成咧就由1月8號咧就做。曾幾何時，林世光亦話自己係過客，但係越臨近回歸，佢越投入，越忙於參與社會事務，對特區嘅信心亦越嚟越大。97之前咧，即係譬如94年嘅時候咧，你自己睇得到政府咧就開始即係話個管治權嘅日子係一路短落去啦。咁嗰陣時候，你覺得應該我點樣做咧？你有可能會覺得即係唔知點算，即係究竟做啲乜嘢好咧？而家嗰個特區政府嘅形成咧，已經漸漸開始睇得到啦。咁你會覺得呢度已經有一啲嘢自己可以去歸附嘅，可以去幫手嘅。咁自不然咧，嗰個投入感就會多咗。好奇怪嘅，有陣時候諗啲嘢就係話，在早期嗰陣時候想移民，因為最主要嘅原因，即係覺得香港可能唔再係香港，會變成為中國嘅一部分。究竟將來嘅生活係點樣樣咧？咁，但係自從即係話推選咗我哋個特區首長，推選咗臨立會。開始即係話組織嗰個特區政府嘅領導班子咁，呢啲令到咧係每一個人咧都覺得佢信心啊會好咗。信心咧同你係有呢個外國居留權有冇關係咧？自不然都會係有啲幫助嘅，因為始終都覺得即係話，即係為如果將來必要時，我唔能夠忍受香港嘅生活，咁我可以翻去我個外國
度居住咁樣。林世光不但對特區政府充滿信心，對於自己嘅國籍同居港權亦從未擔心過。你今次咧係用咩旅行證件嘅咧？我用回鄉證，因為方便啦，因為次次出入會係方便好多咯。林世光同佢一個回流嘅同事都決定唔向特區政府申報外國國籍。而家佢哋出入中國用嘅係回鄉證。冇咩特別嘅地方，我覺得個領事保護權會特別幫到我，因為我作為一個商人，即係話領事保護權能夠俾到你啲乜嘢，你唔申報個領事保護權，特區政府仍然容許你擁有嗰個外國嘅護照。咁喺嗰個外國個國家仍然當你係佢嘅公民。咁如果你有需要翻去個國家度居住嘅時候，佢仍然俾你去入境嘅。香港人移民嘅熱門國家包括加拿大、澳洲、英國同美國，都容許國民有雙重國籍。但係美國就不一定為雙重國籍人士提供領事保護。劉廣文本來決定咗唔申報自己持有外國護照，唯恐失去香港永久居民所擁有嘅權利。後嚟聽聞7月1日前申報就可以永久居民身份同領事保護權兩者兼得，佢又改變主意，又有呢一個領事保護權。係啊，如果係咁嘅時候，咁就梗係申報啦，因為對我冇影響噶嘛，咁亦都多咗一個心理上嘅保護，呢個叫做係嘛？有得攞嘅話，我都會攞特區護照嘅。咁多個旅行證件啫，呢個即係可能係多個方便，冇乜所謂㗎呢樣嘢。中國國籍法從來不承認雙重國籍，不過97回歸之後，特區持外國護照嘅香港人通過申報手續，可以保有永久居民嘅所有權利，亦同時可以享有外國領事保護權。至於居英權持有人，中國政府就斬釘截鐵拒絕承認佢哋係英國公民。英國舊年年底亦已經申明，通過居英權計劃得到英國護照嘅香港人，7月1日之後喺香港唔會得到領事保護。若果你諗住你自己係奉公守法嘅人，需唔需要到領事保護咧？咁而且唔係講香港，世界各地有幾時會戰亂到話需要撤僑呢一樣嘢咧？咁當然我離開咗中國嘅地方，若果我真係有居英權嘅時間，咁我就應該係受英國政府嘅領事保護權咯。我從來都唔會諗住話呢個咁嘅居英權咧，即係喺香港或者喺中國地方咧，俾到我咩保護嘅。今日中方話咧冇領事保護權，對我當日爭取嚟講，呢個完全唔重要嘅。因為咧，我相信咧，今日居英權要帶嚟最重要嘅就係話，當時香港人好彷徨，好怕咧做咗越南難民咁，嚟咗香港咧冇地方收留，所以佢仲要唔係愛呢個領事保護啊，佢需要嘅就係話，佢嚟咗香港嘅時候咧唔想做難民。截至96年底，13萬個得到居英權嘅香港人，其中9萬已經換咗英國護照。喺95、96兩年裏面，只有23人申請撤銷英國護照。舊年年底開始，灣仔入境處門外每日都出現一條通宵輪候嘅人龍，風雨不改。排隊嘅人好多都係由世界各地翻嚟嘅香港移民，趕住7月1號前攞香港身份證。今次幾點鐘嚟啊？今次嚟到1點鐘到啦。我聽人講話2點嚟都已經好多人喺度排咯，咁咪早啲咯，1點，咁都冇乜蝕底咯。排頭位呢位男士移民瑞典18年，今次專程返香港幫仔女申請身份證。而家即係嗰邊有消息，周圍都有消息話個個都話趕住97之前攞啊嘛，變咗你。我做老豆嘅，即係想就多一條路行啦，係咪先？我好多親戚都係話去30號之前翻嚟，因為即係如果點講啊？翻香港攞咗個永
久居留權先啦，因為佢唔知將來會唔會翻嚟。攞個保險啦，因為即係你唔知將來會點噶嘛，同埋好似喺外國做嘢又好，或者留翻條後路俾自己啦。如果將來有咁嘅打算，咁俾多條生路俾我自己咯。往日千方百計破釜沉舟移民外國，為求生路。今日千里迢迢返香港，又話為求生路。務實嘅香港人始終覺得越多後路越有安全感。即係有時都係做人好無奈啊，係無奈啊！依然你出咗外國攞咗人哋居留，點解要翻嚟香港？即係覺得係淨係為咗呢個嘢，自己都唔能夠作出合理解釋出嚟。即係自己身好似一個中國人講啊，應該自己做家又有個地方，即係唔好俾佢太過越嚟越遠咁樣，我下一代嗰啲人咁樣咯，只要係咁咯。